多谢司机来看妈祖的消息。白沙屯妈祖进香回銮为佛里面拿来上北，要通到中华甲南投的三车路口的时，变成大家关心的焦点。因为这重视的决定，讲这个新桥到底敢会入去南投关？华视新闻的镜头有去翕到新桥。 伫呢现场海来海去，南投乡亲是有够紧张。德山交界警告真侪乡亲提早准备香案敬品，祈求新桥会当驶过去。白沙屯妈祖的新桥停差不多5分钟，最后往中华二水方向过去。南投德山的乡亲有淡薄失望，也毋过无偌久，新桥又搁为二水的小路啊，最后进入南投的民间乡，这个瞬间和南投的乡亲有够欢喜。 白沙屯妈祖200年来头一遍来到南投，銮桥一位到民间乡的新民村，南投人是欢喜甲噗噗跳。白沙屯妈祖到墓要来南投，是这2天一直热烈讨论的话题。白沙屯妈祖行程是正歹掌握，民众对早起就开始期待，一开始对婚礼往北来到这个双车路口。 这边是往中华二水，这边是南投的德山。白沙屯妈祖想真久。花水着当落声，妈祖有想法了。桥班警员行向中华二水，德山的民众淡薄失望。6点5就起来啊！系啊，是讲要到尾拄才来，我才无。德山人早就伫路边设香案，祈求妈祖驶入南投。 德山警方也伫桥头要来维持要紧的秩序，也毋过妈祖无来，民众拜刷，点点甲贡品拢收起来。妈祖的銮桥一路行向中华二水乡，后来上英五节关岛，南投人又搁欢喜起来，因为这条路直通南投民间乡，大家拢真期待。总算伫今日早起11点32分，銮桥正式入来到南投。 这是200年来的头一届。一路对乡顶卡行的南投市长犹原无放弃希望，看得出伊真正足希望妈祖会当来南投，是讲因太太行到着山。妈祖的銮桥刷落来，敢会前往南投市，或者是草屯镇，南投的民众拢真期待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